佮来关心风台度数瑞上紧伫咧下暗就发展做中度风台。气象局预告风台对咱的东南部登陆，可能拜一暗时就会发布海上警报。那拜三、拜四受到风台影响会上大，全台湾拢要注意透大风、落大雨。第5号风台杜苏瑞离台湾差不多1100公里左右，暴风半径继续扩大，继续向西北西行。有5拜去了后，会转向西北边，慢慢接近台湾。目前的路径，风台可能在台湾东南边登陆，未来太平洋高压势力会左右风台位置，也佫有变数。相近第拜也发布海上风台警报，拜二海陆警报最缓。26、27的时候呢，其实是台风的影响最明显的时候。如果台风的路径比较北边的话，连东北部的影响也会加剧，一定要特别注意。杜苏芮目前强度也咧增强，接近台湾的时阵，可能已经发展到中度风台上限。有5拜日下晡，这方面东半部就会因为外围云系接近，开始有短暂阵雨。拜三风台环流接近，一直到拜四风台通过，雨由东向西愈来愈大，滨海风强影大是风台影响上明显的时间。在东台湾甲高屏地区，雨会愈较大。23甲27吼，咱来看。然后宜兰花莲附近吼，甲花莲台东、高雄、屏东遮雨真济。风台差不多2倍吼，就走去咱的台湾的台湾海峡遮咯。气象专家提醒，这2天依然要密切观察风台路线。若小可往北平对北部东半部的冲击就会更较大，民众要先做好准备。记者综合报道。